Hello， 大家好。有唔少朋友都中意睇中醫噶，因為中醫啦可以幫你固本培元、調理身體等等。而政府啦，其實喺全港18區都設有呢個資助嘅中醫門診服務噶，就有提供內科，就包唔多過5劑中藥、針灸、推拿等等嘅護理服務，而且收費仲好平添，每次只係需要120蚊嘅咋。同埋，如果大家係綜援人士，又或者係75歲以上嘅長生津受惠人啦，就更加可以獲得免費嘅中醫診療服務啦。不過呢度都提一提大家，政府嘅中醫門診啦係唔收醫療券噶，即係大家唔可以用醫療券嘅餘額啦去做抵扣噶。當然平嘅嘢大家都會爭住用噶啦。咁大家點樣先可以最快預約到呢個政府嘅中醫門診呢？嗱，首先啦，我建議大家先安裝呢個18區中醫門診服務應用程式先。而大家安裝咗之後，可能都見到，喂，好多中醫診所都冇晒位噶咯。嗱，而家冇位係唔緊要嘅，咁大家首先揾咗你幾間就近嘅或者心儀嘅中醫診所，然之後撳翻佢右手邊呢個心心嘅掣，撳咗佢會轉成紅色噶。撳咗之後啦，當呢間中醫診所預約有空位嘅時候，就喺手機彈出嚟即刻通知你噶啦。到時你即時做預約，咁啊快人一步可以攞到個位啦。